我同田中生喺一間警備公司做事務工作。呢個故事本來只係公司入邊流傳嘅傳聞，但係上層長期落咗籠口令，唔准任何人講。最近我終於可以由當事人田中生親口聽到佢嘅經歷，所以而家將呢件事講出嚟。警備公司嘅事務所係24小時制，交替有人值夜，至少要有一個人負責緊急聯絡。即使而家手機普及，大部分警備公司依然保留呢一個制度。當時田中生所在嘅分店係3個月前由品川區搬到大田區，搬去新事務所之後，間中會有啲奇怪嘅事情發生。不過佢係事務職，唔係警備員，所以只係聽到啲風聲。有一朝，佢返到事務所，竟然見到成個地方亂到好似俾人打劫過，台面嘅物件全部跌晒落地，仲有碎裂嘅熒光燈片散落台面。佢心入邊暗暗震動，究竟發生咩事？再望望四周，就見到尋晚值夜嘅後生警備員縮喺角落，渾身震抖。喂，你搞咩啊？田中生，真係好恐怖啊！嗰個警備員即刻喊咗出嚟。田中生安撫咗佢，聽佢慢慢講。午夜時分，佢獨自一人喺事務所，突然聽到好似膠間尺拍打台面嘅聲音，之後仲有赤腳踩喺水泥地上慢慢行嘅腳步聲，伴隨住拍台聲兜圈遊走，最後仲有年輕女人嘅聲音喺耳邊低語。成晚都係咁，嚇到佢幾乎崩潰。田中生問：好啦，我明白你驚，但點解事務所會搞到咁？原來嗰個警備員之前已經多次遇到同樣嘅情況，佢竟然喺儲物櫃度藏咗支 BB 彈氣槍，打算下次再遇到就亂射，結果就係咁射到成個事務所一片狼藉。田中生聽到即刻斥責：你黐線啊！但係真係好恐怖噶，田中生，你試下即嘢就知啦。過咗1個星期左右，有一晚分店長打電話俾田中生：喂，田中生，唔好意思，今晚你幫手值夜啦。吓，我係事務職嚟噶，職重唔重要啦。今晚警備員全部出勤咗，得你可以頂檔。講完啦就 cut 線。佢雖然心有不甘，但冇辦法，只好返事務所值夜。嗰晚冇乜外部電話，差唔多午夜12點，佢去休息室準備瞓覺。啱啱熄咗燈，就聽到事務所傳嚟拍台嘅聲音。佢小心翼翼開門，開燈一望，乜人都冇。但係好快又聽到赤腳行路聲，兜圈遊走。拍台聲越嚟越急，越嚟越猛烈。佢心入邊一沉，唔得，呢度唔可以留低，要走。但係走之前，要先轉電話去新宿分店。佢打電話過去，等咗好耐先有人接。喂，新宿分店，我係山口。喂，山口生啊，我係大田分店田中，事務所有鬼，我要避開，麻煩幫我轉電話。山口生呢，聽到覺得荒謬啊。田中生，你講咩啊？就算係辛苦，你都要直到天光，呢個係工作啊。我知，但係真係有鬼啊！你聽唔聽到啲聲啊？講到呢度，牆上掛住嘅許可證同感謝狀全部跌落嚟，玻璃碎裂聲響徹事務所。山口生聽到都覺得唔對路。
好啦好啦，轉電話啦。不過你一定係做咗啲壞事先會咁。壞事？我做咗咩壞事啊？你帶咗女人入嚟啦，我一直聽到你隔籬有女人聲。哈，我一直都係一個人啊。唉唉，快啲走啦，快啲走啦！田中生即刻轉咗電話，衝出事務所，去咗附近嘅便利店，捱到天光。之後佢就向上層申請搬走大田分店，開咗緊急董事會。幹部聽到議題係大田分店因為有鬼，申請搬遷，全部都覺得荒謬，仲鬧佢鬼邊有可能啊？搬遷要幾多錢啊？但係田中生攞咗錄音出嚟，係嗰晚佢同山口生嘅通話。錄音入面真係有女人嘅聲音插咗入去。好啦好啦，轉電話啦。不過你一定係做咗啲壞事先會咁。壞事？我做咗咩壞事啊？你帶咗女人入嚟啦，我一直聽到你隔籬有女人聲。咦，你係講緊我咩？哈，我一直都係一個人啊。真係咁樣咩？快啲走啦，快啲走啦！係啊係啊係啊，走咗好過啦。錄音最後停喺田中生轉電話嗰一下，聽完之後，董事會即刻決定搬走大田分店。